我而家呢個大涌口啊，11號線大涌口地鐵站出口，一出嚟睇下呢個聚龍灣園舍，呢個比較應該比較新嘅商場啦，太古里。哦，佢唔係一棟大廈咁啊，原來都有啲山。哦，我俾多咗6蚊，換咗成坑腩，腩係好腍嘅，個湯都 OK 可以。牛味可能爭少少，啲粉咧就冇乜味，我冇食晒嗰啲粉。加6蚊，換咗坑腩。不過喺香港我唔會食佢，因為香港選擇多。但係廣州清湯腩可能相對仲係少啲，而且我都唔會專登嚟。不過你話離開，你就可以喺度食。專登嚟嘅話，呢度芳村，都可以行下太古里啦，因為比較新嘅商場。好啦，食完個清湯腩出嚟行下佢呢個商場。外面呢條芳村大道東，對面嗰啲哇喺度拆緊樓，唔知乜，唔知係咪港柴嘅宿舍。呢個商場係嗱睇到啦，珠江實業同太古里50/50嘅兩家。咁啊，以前就係廣州柴油機廠嗰笪地嚟嘅。我21年都嚟拍過呢度，之前可能就一個可能嗰陣時改成一個產業園咁啊，而家叫做太古里入咗嚟，就 high 卡啲啦。見到惠譽啊！佢而家喺白雲區，唔知邊位度已經有一間㗎，呢間可能係第2間。係一舊廠房，佢廣州柴油廠前身嘅咩協同和機械廠，民國時期嘅裝修緊啊，仲未開。哇！佢自稱廣府茶樓第一家，1875年。佢呢度就挨住個珠江邊。呢個太古里係太古集團旗下嘅公司。廣州仲有個太古匯，比較高級嘅商場。呢度對面係大概革新路嗰啲，呢邊太古倉嗰笪酒吧啊嗰類嗰啲。以前嘅倉庫啊，再過啲呢邊係光大花園，又開間咖啡，有嗰埲牆啊，啲字好似有啲可能都唔同咗，要睇翻個視頻先。我21年嚟拍嘅時候，對面呢度仲係啲村屋咁樣。呢條玉靈橋啊，好保留。好廣州啊！呢度薑花，呢棵雞蛋花，呢棵又薑花。佢呢度講話呢棵係木棉樹。呢個橋嘅扶手係尖，好少見係尖嘅啫，因為唔想你坐喺度，唔知係咪？1660年嘅原來，哇嚇死啦！
睇下呢度嘅同中山七嗰個楊濤廣場都好似，大家都係舊廠房改建嘅商場式。不過嗰邊咧就淨係飲食，呢度始終係太古嘅集團，國際視野啲，唔係淨係飲食嘅啫，會引入好多國際嘅品牌喺度，跟住啲裝修啊靚好多，而家佢用咗。呢度聯合圍啊，前面嗰度，哇！聚龍灣太古嘅商業咩啊，應該會拆到嚟呢度啊，犀利！呢兩個歷史建築，我成日喺嗰邊入去，冇喺呢個角度望過。我呢度對出以前嘅芳村碼頭。呢度綠居路已經入唔到去啦，做晒工地。一大堆工地圍住嘅明心書院，我再嚟睇下佢。呢個廣州第一間盲人學校，都 OK 啊，外面保留得嚇，因為仲要紅磚。佢有段時間做過小學嘅，我唔記得咗叫咩小學啦。以前睇過人講過，仲有留咗啲痕跡，四友。又用咗啲木樓梯，呢真係磚木結構。呢啲樓底係木嚟嘅。可能以前傻十嗰啲嘅院子，而家叫咩腦科醫院。喺芳村碼頭坐船過去黃沙，睇下白天鵝。呢個石圍塘碼頭嗰度啲船唔知去邊，可能去黃沙。啲呢個石圍塘火車站，咁民國時期甚至可能50、60年代係嘛，都會喺度出，廣州人都會嚟呢度坐火車去西南啊，可能三水啊、肇慶佛山啊，係可能早。而家肯定荒廢晒。石圍塘東街三巷，入咗條村咁。呢度右手邊呢啲以前嘅鐵路。以前有人喺度提貨添。以前個月台，唔知好似見唔到有鐵軌，可能差唔多拆晒應該。應該旁邊就係鐵軌，喺度鋪晒啲石。